各位好，又係 Alvin 中史 channel 啦。今日 Alvin 想同大家分享個 topic 係北魏孝文帝嘅漢化運動。根據往事啦，2013、15、17、19、21、23 DSE 都有出過北魏，係單數年份嘅常客。2025 DSE 都應該係大熱嚟嘅，所以依家仲同大家好好溫習一下北魏孝文帝漢化運動溫習重點。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中意我呢個 channel 嘅朋友，麻煩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西晉末年，匈奴人攻入咗洛陽、長安，擄走咗懷敏兩帝，是為永嘉之亂，西晉亡國。永嘉之亂之後，北方陷入長期紛亂局面，五胡相繼喺中原地區建立咗唔同嘅國家，是為五胡十六國，戰亂不定。最終喺鮮卑人拓跋圭統一華北，建立咗北魏政權。而鮮卑人嘅興起本身就係吸收漢文化嘅過程。喺拓跋圭立國嗰陣時，已經設有五經博士，學習漢人嘅制度。北魏太武帝以漢人崔浩為相，拜祭孔子，建立太學，命皇宮大臣到太學學習。而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係遵從前朝君主成功嘅先例，再加上孝文帝本身係由馮太后恭親撫養，而馮太后就係漢人，孝文帝細個就受到漢文化嘅熏陶，傾慕漢化。再者，北魏統一北方之後，盛平日久，鮮卑貴族世代享有特權，沉迷享樂，喪失咗活力同埋進取心，所以孝文帝就想通過漢化運動，用儒家嘅道德觀念嚟約束班鮮卑貴族，令到其重新振作，嚟到完成佢統一全國嘅宏願。由於內容非常之多啊，所以我哋淨係節錄咗政治同埋文化方面討論就算啦。首先係政治方面，第一係遷都洛陽。漢化第一步就係遷都洛陽。由於平城環境欠佳，而且有天災，缺乏水路運輸，亦都不適宜進行農業等等各個行業。相反，洛陽有黃河流域可以用作漕運，而且平城喺塞北地區，令到喺呢個地方呢就好容易受到北方嘅邊族柔然族嘅威脅，亦都唔方便嚟到打中原地區。但係孝文帝就有統一中國嘅宏願，所以洛陽就喺中原位置，喺呢度嘅話呢，就可以有利征伐南朝，擴大疆域。而最重要就係平城長期都係北魏嘅都城，鮮卑貴族保守勢非常之大，所以想推行移風易俗嘅政策嘅話呢，就必須離開原有地盤，要南下洛陽嚟到進行漢化運動。但係遷都洛陽又談何容易啊！孝文帝遷都嘅舉動呢，亦都引起咗好多嘅鮮卑貴族保守勢力嘅反對，所以孝文帝喺太和17年以統一全國為名，整兵30萬嚟征伐南朝。喺南服過程當中，大臣個個喊晒口就話：唔好打仗，唔好打仗，唔好打仗，因為以嗰時北魏嘅軍事實力根本係打唔到㗎。所以最後孝文帝就攞出殺手鐧啦，就逼啲大臣呢喺南伐同埋遷都2揀1，而最後大臣呢最後呢就選擇遷都，所以最後孝文帝就喺太和18年順利遷都洛陽啦。第二係班祿制。北魏早期呢就冇俸祿制度嘅，官吏呢好多時都貪污啦，理智非常之差，所以孝文帝推行班祿制，就話俾人工俾啲嘅官員，嚴禁貪污，吏治得以澄清啦。跟住就係改官制。北魏初年官名呢就係漢族同埋鮮卑族雜用嘅，孝文帝就覺得官制好亂啦，所以孝文帝就叫皇叔嚟主持改革，用兩晉同埋南朝嘅官制，例如喺中央就設三公、三司、中書呢 high class 少少嘅名，地方就有呢個州刺史，所以叫刺史啦，有郡太守，所以叫太守啦，有縣令啦，所以就係縣令啦。跟住係訂立禮法，孝文帝就採取漢族帝王祭祀天地嘅儀式，祭禮同埋喪禮都用漢人嘅禮制，又用中國固有法律嚟到做標準，重新修訂刑法嚟到頒布呢一個偽律，去除諸五族、諸三族等等嘅酷刑。跟住喺文化方面，首先係禁胡服，由於胡服多為緊身窄袖，適合騎射。漢服呢就係寬衣闊袖、文質彬彬。孝文帝下令鮮卑族改穿漢族服裝，唔再着鮮卑服，以配合漢族嘅衣冠禮儀。孝文帝本人亦都着漢族嘅帝王衣冠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太子呢就因為身形比較肥啦，佢唔中意漢服，而元勳亦都好憎南面咁熱啦，所以就着翻胡服。結果呢，得到守舊派大臣嘅慫恿嘅情況之下，後嚟太和20年，元勳呢就翻去平城，得到反對漢化同埋南遷嘅貴族嘅支持。結果佢老豆孝文帝親自平定亂事，就叫細佬咸陽王元熙就杖責咗元勳100下，仲廢埋元勳做庶人，囚禁於河陽添。元勳最後咧俾人廢咗啦，結果後悔當年所做嘅行為，仲要俾看守嘅官員李彪誣陷佢圖謀不軌。最後咧孝文帝派元熙毒殺元勳，而元勳嗰陣時咧得15歲啫，所以呢個講鞋嘅下場咧就係死刑啦。第二係禁胡語，孝文帝規定30歲以下嘅鮮卑人講漢語，唔俾講鮮卑語。如果朝臣如果
有違反規定嘅呢，就俾人廢官。第三係改姓氏，孝文帝將鮮卑族嘅複姓改為單字嘅漢姓，皇族姓拓跋改姓元，例如孝文帝本名拓跋宏，亦都改名做元宏，大太子拓跋勳亦都改名做元勳。其餘鮮卑貴族同埋部落嘅118個胡姓咧，全部改晒漢姓，例如獨孤改姓劉啊，部落姑改姓陸啊，河賴改姓何啊等等。第四係咁歸狀，孝文帝有見鮮卑人南遷之後仲係好掛住平城，不利確立新都嘅地位，所以孝文帝規定南遷到洛陽嘅鮮卑人死後必須南方安葬，南遷嘅人咧必須將原有嘅籍貫改為河南洛陽，從而杜絕代人故土之亂。第五係倡通婚，孝文帝規定所有嘅鮮卑嘅氏族同埋漢族立相同嘅譜牒，同漢族通婚。孝文帝一再鼓勵皇室貴族同中原漢族氏族通婚，以身作則娶咗繁陽盧氏、清河崔氏、雍陽鄭氏、太原王氏四大高門嘅女為后。孝文帝又下令咧，皇族子弟娶漢族士人子女為妻，本族原配需要改為妾添。最後係定族姓，孝文帝模仿魏晉時期門第等級制度，編列北魏嘅門第制度，依據門第嘅高低選任官員，先係以皇族元氏為最高等第，姓穆啊、姓劉啊、姓陸啊呢啲咧就叫做百姓。朝廷都參照漢人嘅門第制度，將漢族高門按官職高低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郡姓，列入鮮卑百姓同埋漢族四姓都享有特別任官權力，唔再授予低級官職，同時可以籠絡漢人。確實，孝文帝嘅漢化全面而深入，但係都存在唔少嘅問題嘅。首先係腐化問題。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，推行門第制度，確立漢族四姓、鮮卑百姓嘅貴族身份，俾佢哋世代壟斷要職。結果北魏嘅統治階層日日食煙飲酒講粗口，晚晚賭波賭馬唔溫書，不思進取，令到原本鮮卑族嘅勇武強悍風俗咧就慢慢消失啦。第二係民弱之風。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，喺洛陽建立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小學，俾鮮卑貴族子弟咧接受漢化教育，亦都大開儒學，以孝治國，規定所有嘅鮮卑宗室咧必須學習孝經，亦都重用儒生，設立五經博士。結果個個大隻仔日日做開 gym 嘅，就變咗日日讀書，肌肉變成肥高肥脂肪，最後咧就朝廷軍隊亦都唔能夠平定陸鎮之亂。要陸鎮之亂咧歷時5年之久，令到北魏咧就衰亡啦。最後啦係陸鎮之亂，好似剛才所講啦，鮮卑貴族都唔想嚟到遷都，元勳肥仔都唔中意着漢服，唔少嘅保守嘅鮮卑貴族都批評漢化政策。最後不滿漢化嘅鮮卑貴族，例如穆泰啊、陸裔啊，曾經喺平城發動亂事。雖然亂事最後平息咗，但係都反映到北魏嘅政權內部存在好大嘅裂痕。後嚟孝文帝漢化都造成咗南北對立，留戍北方嘅鮮卑貴族同埋將領無法獲得較高嘅門第，地位下降。同時朝廷嘅重文輕武政策導致佢哋仕途受挫。平城嘅發展呢亦都非常之緩慢，令到佢哋對漢化都好不滿。結果南遷嘅鮮卑貴族日日喺溝女，日日落巴，喜愛夜蒲，但係留戍北方嘅佢下同奴隸，形成咗兩個截然不同嘅文化區域。最後孝文帝死咗之後，因為對立而造成咗北方陸鎮嘅叛亂，動搖咗國家嘅統治根基，後嚟更加令到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魏。好啦，咁我哋最後咧就用一題 past paper 咧做做今次 YouTube 片嘅總結。題目係咁樣嘅，呢個輯自2023年 DSE 嘅。有人認為孝文帝推行漢化有助鞏固北魏政權，你同意嗎？是援引史實，從政治同文化兩方面加以分析，係10分嚟嘅。題目咧可以從同意或者不同意方面着手。如果同意方面咧，就通常交代政治上同埋文化上面漢化運動好處，例如遷都洛陽有利漢化措施嘅推行，消除保守勢力嘅阻撓；仿行中央同地方政制，有助確立中央集權；行班祿制亦都有助革新吏治，嚴防貪污。文化方面亦都可以分為習俗同尊孔崇儒政策，有利提高鮮卑人嘅文化水平，減少胡漢隔閡，同埋可以有利鞏固政權添。而以下咧就係不同意嘅示範，同學當年咧10分攞9分，大致上可以分為政治同文化方面嘅。首先同學就指出喺政治方面咧，漢化運動造成皇室分裂，以漢化政策亦都消磨咗鮮卑族嘅鄉土意識為理由，最後造成咗呢個元勳嘅謀反。其次就係造成咗陸鎮之亂，再者係造成門閥嘅腐敗，最後係造成民弱之風。咁最後10分攞9分，同我哋參詳一下。
今日分享咁多，多謝各位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歡迎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 like 我哋呢條片啦。拜拜。